米八子恕罪，奴婢有要事相告。大王去看芈月，是去看他未来的孩儿。你要有本事，你也可以怀上身孕。芈月有身孕，不能服侍大王。我想，也该由你们二人尽尽本分了。孟昭氏虽然年长，但行事不如景氏，稳妥细致。我已经跟木坚说了，今夜就由景氏去承明殿侍候大王。多谢王后。大王是不是受了风寒？怎么突然咳嗽起来了？大王，要不要来碗梨粥啊？那东西清热去火，祛痰止咳。也好，寡人刚好有些饿了。老奴去拿。大王，怎么会是你啊？王后听说大王近日辛劳，偶感风寒，亲手给大王做了梨粥，让臣妾送来。不错。寡人知道，做这粥不胜繁琐，要给梨去皮去核，捣烂过滤取汁，还要用精米小火慢慢熬粥。往后又要照料2个孩儿，管理后宫已经够辛苦，他何苦要做这种事情？王后对大王一往情深，只要大王安康，王后不辞劳愿。我的王后真是个温婉贤淑的女子。我觉得还是不要的好。珊瑚，我今夜要睡香枕，去给我准备一下。是。姑姑，去把那红枣鹌鹑汤温一温。王后睡前还想喝碗汤，姑姑去温就是了。王后，你忘了，你已经让景氏去了承明殿。人是我派去的，我又怎会忘？是。大王，臣妾见过大王。王后今夜光彩照人。臣妾身为后宫表率，没有蓬头垢面，便被大王打去。寡人今日喝了你亲手做的梨粥，突然想过来看看你。臣妾知道大王政务繁忙，不敢肆意打扰，只想提醒大王保重身体。王后温柔敦厚，是寡人之大幸。如今王后也会了读心术了。公子接着，公子真厉害。大儿的力气大得惊人，这木球我拿起来都费力，他随手一丢数10次都不用停歇的。寡人的孩子
自然英武不凡，但像荡儿这样的神力，的确少见。王后，快给我扔过来！记住啊！大王，吃个点心吧。啊，公子真看来厉害。上天命中注定，要荡儿助他父王扫荡诸国，称霸中原。寡人欣慰，10几个儿女，一个比一个更有出息。眼下芈月也有了身孕，芈月聪慧，她的孩儿必像母亲。记住啊！记住。荡儿尚武，勇武果断。芈月的孩儿应当尚文才好，一文一武，助我嬴驷扫荡天下，定摧枯拉朽，势如破竹。来，扔过来给父王。来，接着。姑姑，王后可在殿中？王后去看望芈月了。唉，王后真是体恤宫中姐妹。就说那芈月怀孕，王后隔三差五的就往西偏殿跑，如此精心呵护，我看着都眼红。是啊，那芈月若知个好歹倒也罢了，就怕她不知好歹，辜负了大王跟王后对她的一片苦心呢。姑姑此话大有深意。你们退下。是。你没听说呀？那楚国公子黄歇并未葬身山崖，如今又到咸阳城来寻芈月了啊！就住在雍瑞大人的府中。当真？芈月宠冠后宫，如今又怀有身孕，她可知道此事？知道又能怎么样啊？这宫墙高大，他们俩想要见一面，只怕也是不容易。可那黄歇前来咸阳寻芈月，怎肯罢休？可不是啊，幸亏有这宫墙隔着，要不然他们2个人干柴烈火的。哎呀，奴婢多嘴了，此事干系重大，夫人还是不要打听的好。对对，姑姑说的对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公子感觉可好些了？在下言语失德，举止无状，让雍公子见笑了。公子在我雍府暂且栖身，如遇有难处，可直言相告。我黄倩感念雍公子知遇之恩，只是我生性喜欢漂泊，遇事放任为俗，难以在一地久居。过几日，我便打算离开咸阳，回楚国了。公子有经纬天下之术，乃盖世英才。若公子执意要走，盘缠自有雍瑞筹措。但雍瑞真心挽留公子，在秦国入朝出仕，收获于君王之家，也不枉费你才华一片呢。子倩领会公子一番好意，只是我的本性不堪出世，去意已决。你打一出世，就倚靠少司命垂帘庇护。大王特意在宫中修了少司命神祠，以后初一、15的吉日，我们都可以来祭祀了。本来想约姐姐一同去的，可姐姐说樊长史久病不愈，她要去探望一下樊长史。芈八子恕罪，奴婢有要事相告。你是何人？为何如此慌张？奴婢也是豁出了性命，若不是事关公子歇，奴婢怎敢这般鲁莽？无论子歇如何，
他已经不在人世了。八子错了，公子歇他没死，就在咸阳。不，你在胡说。我亲眼见到子歇，他掉落悬崖，我还去他葬身之处寻找，可有见到他尸身。如今他寄人篱下，改名换姓，只是苦于无法联络到八子。你是何人？怎知不是狂女？我也是楚国人，在楚宫中伺候太子恒。南薰殿曾经失盗，幸亏公子歇出面，为我洗清了嫌疑。王后出嫁时，我被指派为粗使奴婢陪嫁到秦宫。公子歇曾对我有大恩，奴婢愿以命相陪。谁人能证明你说的是实话？姑姑可以去盘询女医治。公子歇在世的事，他早已知晓。公子歇还曾经托他带书信给八子。这里不是说话之地，过几日我找机会再与八子联络。月儿，月儿，他说子歇还活着，此人来历不明，我们不能轻信。可他明明说子歇还活着。月儿，怎么会这么巧啊？在这儿遇上妹妹了。方才我去看了唐夫人和樊长史，那唐夫人也就罢了，樊长史不仅自己身子弱，孩子也多病。公子通比蛋儿要大半岁有余，可那身量比蛋儿还小一个头，看着都可怜。妹妹怎么了？看你脸色不好，莫不是病了吧？也许是受了风吧。有身孕的人最怕受风了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我不舒服，想先回去了。不妨，快回去歇息吧。